徛台湾看世界来关心这个毒假消息，来看北加州的旧金山。这个旧金山早伫2月25的时，全市无一个新冠病毒确诊患者的时阵，就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。9个月过去啊，旧金山目前的确诊人数是300外人，甲其他美国都市比较起来，旧金山应该是上早认真看待疫情的都市。啊，目前的情形安怎？咱为恁这个独家访问到目前伫旧金山的台湾人一个贵小姐，伊本来伫病院实习，因为呢疫情关系，无度阁继续实习。啊，贵小姐讲到即马当地情形。其实 shelter in place 呢，不是说限制你不能够出家门，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公园里面还是有很多人。那赛车那讲旧金山市区的情形，进前伫病院实习，这个贵小姐伫当地病院看到真侪现象。开始有确诊人出现的时候，医院根本没有准备好，有相关症状的连候诊都是跟其他的病人坐在一起。医院之前口罩也没有很够，发生有人把那个口罩偷走。一开始病院佫不准，唔是医护的员工挂喙暗。像我爸他是在医院开接驳车，那他们是到3月26号他们才准那些驾驶戴口罩，之前他们是不准他戴口罩。旧金山的市民有80几万，确诊人数有300外个。贵小姐认讲，实际人数应该唔能安尼，除了体检的标准高，费用嘛真贵。就算你有相关症状，那会问你很多问题，只要你一个问题没有符合他们的要求的话，他是不会让你检验。现在好像1000左右，但是大部分如果你有保险，就是保险 cover。对疫情上早有警戒旧金山防疫工作，却是无提早做好准备。